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以色列军方车衫表示，因对加沙南部的军事攻击是未比北部的力头较细，下令南部的居民赶紧撤离了后，就开始轰炸。即马烧战的范围是愈来愈大。美国海军驱逐舰卡尼号甲几啊只商船伫咧红海受到攻击。乌萨武装组织承认讲因有射飞弹，毋过并毋是针对美军。那以色列是讲商船的代志甲因无地带。伫加沙走廊南部暗时一直看到射过来火箭弹的光。以色列军方讲对这个区域的轰炸无丝毫进行伫咧北部的攻击。哈马斯表示，因为战术伫咧离南部城市甘尤尼斯差不多2公里的所在，甲以色列战斗，百姓讲会当听到坦克车射击的声音，4月拢有轰炸无所在味。大家担心冲突的范围恐惊会扩大。美国五角大楼讲，美军驱逐舰卡尼号甲几落大商业船伫红海被攻击。伊朗支持也门事业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承认因有攻击2只船，掩过无攻击美国的军舰。مستمرة ف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بحرين الأحمر والعربي حتى يت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على إخواننا الصامدين في قطاع غزة. ללא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אני חוזר עוד פעם שיהיה ברור, ללא שום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以色列发动新一波的攻击，互犹原被抓去的137位临时的命运无法度有切。临时的家属希望以色列政府赶紧救人，惊讲时间的无够。以下停火协议破裂到即马，以军已经伫咧加沙发动超过400遍的攻击。哈马斯是讲，因有对特拉维夫顶几落的城市发动火箭弹的攻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伫咧杜拜联合国气候峰会谴责以色列，讲虽然以色列有自卫权，但过袂当伤及无辜的百姓，造成大量的死亡。加沙卫生部表示，自10月初7到即马，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5500人，其中7成是妇女加囡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